条无人会注意，南方人不时看得到墙的树头下嘅产业道路。一条1926年出生、今年90岁嘅阿婆，日日夜夜上鬼步下嘅路路，竟然都会抢一条路，係老人回忆嘅路，係等老人越來越老會唔記得嘅路。屏東內埔嘅到太魯館，呢條路我能簽出來嘅。路將歸園歸故鄉，呢條圓形嘅古道，我能再行一班。哦，有跳法哦。哎，你好，大姐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俺想要试一碗跳法有嘛？有啊有啊。有做得起啊？好，做得分钟了。可以。哦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哦，你跳法看起来清酱哦。哇，姜条看呀有酱嘛？看，那料同你那要当过好吃。哇，真幸福啊！有福气啊！啊，有福气啦，100%原汁原味，哎呦吼，本来看到嘞，也本来吃到嘞。俺们鸟，俺俩下吼，俩位喺内埔嘛吼，哎，内埔。来唐讲哦，有一条古道哦，做得从内埔去太鲁馆有冇？有聽講，不過我未過上咧。哎呦，我請我頭家同介紹好冇？好啊好啊，真係。來。順藤線索，家園來到內埔嘅一間豆腐花店，原先古道嘅主角係咩台地位呢？我連啊吼，我想去請個內埔到太魯館嘅古道啊。哦，當然有啦。頭擺我媽媽一定對太魯館行下來一片開墾，一個冇問題，對香港同詳細解釋一下。好啊。簽到咧。中泰國嘅阿妹就係一條圓形古道嘅主角，佢有一個超有名嘅愛好，喊做小龍女。做乜嘅喊做小龍女呢？相信看到本尊就有答案了。從古到到今嘅朋友來同你講哦，我哋節目啊，就會鋪乜嘅，會鋪喺這古道。古道咧用隻字啊，吼，大家不要被蒙蔽了，所以愛用客山啊，行上路。同體有冇乜嘅，只有大自然愛用，唔係。根本嘅啊，吼，還有青島嘅古道，是中還有藏之間的聯絡道路。當個青島文化還有歷史做得看。馬上年輕術士咧，真係愛人小龍女啊，去替術士啦。大哥，係啊，來，小弟，歡迎。又麻煩你啦，唔，係，根本你會看到嗰個喺平路嘅古道係嘛？哦，喺古道，哪位到哪位？啊，對一個古樹嘅太魯館。古樹哦，叫太魯館。太魯館頭擺做太水。哦，太魯館頭擺有做太水咧，哦。兩天中州腔嘅。哎呦，神法快過水咧。伊他家咧出來下莊也開墾。哦，開墾嘅路啊。嘿，嗰時掛到牛茶，一路對太魯館咧，可能也行1-20公里嗬。來到一條地方有好嘅天嚟來開墾。路頭擺係因為嘅太魯館，從快鐵嚟嗬，從快鐵嚟啊，既然嘅客家人，太魯館嘅客家人就哎呦出來，行古道，根本嘅人咧愛回憶嘅古道，哎呦出來。等下我哋姜條看下入邊，等等，一個我係咪小龍女？小龍女，一位就係小龍女，今年90歲嘅鍾伯妹，因為瘦量，就會被鍾太哥喊做小龍女。我係你阿婆嚟哦，做得有辦法嗬，係阿婆，排泄啦。我也有人多些啦，差唔多。做得係阿婆，阿婆我問你啊，你有聽過乜嘢係掛牛茶嘛？有啊。乜嘢係掛牛茶？你就會同我講一下。掛牛茶其實都講啊，嘅牛茶前面那個牛耳啊，嗰啲掛牛嘅更健康嘅意思。掛牛茶那會頭一行嘅意思。哦，頭一行啊。裝啲河來，啱牛茶那會行啊，我裝河那會行咯。哦。喂，嗰時講到掛牛茶。掛牛茶係有另外一個意思，就會出嚟做事啦。小龍女27歲嘅年。因為愛了海拔太水，無法度喝，就會對太魯館駛到內埔嘅一片來開墾天基。基本呢啲圓形古道就會踏上小龍女當年嘅腳步，歸去家嘅故鄉太魯館。
不过呢，因为小龙女世事多嘞，故所就由总太哥为大家来授记哦。喺來到一路後吼，一個路見到很多中眼巷，哎，看到一排來了位就是來到一咯。啊，中遠巷。係路頭擺睇到慣來咗下步呀，可以看呢，來見到很多中眼巷路來到一路冇唔錯啦。故所，看到了中遠巷，只係外人嘅古土誒，係冇？係啲啊，一路行上去呢，也到山崖下，哦，睇到慣。哦，路兩邊吼，誒，也嗰度我哋曾經經歷過嘅安尼嘅一路行下來，也就見識嚇。見識啊！觀眾朋友啊，也看到嘅中年巷，就係一條真正嘅古土。唔冇都想象嗬，經過時代嘅演變，一條古土冇變做歷史，但將換嚟新嘅打扮，就喺同我嘅身邊。還有啊，我頭前我人有講過嘅掛牛茶，掛牛茶，那位做啲掛牛茶，牛茶都嚟嘅，嚇，嘅牛茶哦，啊牛咧有咩用？小戴你看，雅路現推很多鐵牛茶，好，經營鐵牛茶，你看以前老頭拜牛係什麼嘅？牛係是水嘅，是臭，是臭，那茶是乜嘅？是油誒，冇叫油嘛。今日被搶也沒也沒相中，中太哥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帶一條路，條白路牛茶路。哦，我這兩位送醫。哇哦！好，上車，準備發動了啊！哦，哎呦，哎呦！冇辦法啦，大哥。冇油冇牛，煙係咪？一牛冇識錯，冇聽咧係嘛？日下都係用日嘅喎。唔係㗎，真見啲牛茶喎，你係真嘅牛茶，喂下茶要冇買件現成茶喎。用茶咗，冇啊，佢現做咧，哎呦，那個拌數拌一下係嘛？誒，一鎖有啲嗰啲鎖凍嘅。手動嘅啊。我吃到肉條擺牛啊，吼，比較可靠。哎呦，等下是，虧你用完是，哎哦一檔，哦，走大車，頭擺小龍女歸家人呢，唔前天光就會出門，每日掛牛茶行嘅路嘅一條路。頭擺嘅路面當然冇辦法，但將比牛茶較發一些。呱，小龍女係咪冇生意所以睇到？唔該咯，這都市嘅囂張人啊，吼，今年就冇了機會咧啊！誒，佢似咩哦？對，做鐵牛茶。鐵牛茶啊，吼。不過講起來，頭擺一條路，我哋冇材料廠是天菜，錯啊，安尼佢本身唔會快錯啊，哦，頭擺唔免用行，沒用行，用牛茶慢慢嚟烤，慢慢烤誒，吼。誒，老條擺嘅路係乜嘅路啊？係奶路係三條路，三條路哦。嗰個牛茶店咧行過去，烤愛用啊，吼。即係間高真愛用。哇！慢慢行。順登中年巷向前，一下出現櫃台村嘅阿伯，本大家吃到千奇怪，才停下腳步。看到冇？鴨嘅暗道呢？即係我第一擺看到暗道啊鴨嘅，真神奇嘅，佢人嘅跳啊，好唔好用？很可愛啊！一個專門生產鴨卵嘅鴨寮嘅，係中年巷嘅新產業，也有係運營古土嘅特色咯。古土冇變，不過兩片村嘅風景、產業等時態不停去變化。唔知有觀察到冇？總體講研究又有新嘅產業未有？
来了要看乜嘅东西啊？头摆啊个落牛茶愈量偏顺吼，落后时节愈无乜个产业啦吼，啊种迄个简单啦，今天菜吼，看种强诶。等下，哦，蛋糕有看到强诶，你看啦，呀蛋糕同啲强诶，哦，按用看有强诶。屏东了尾啊吼，热头辣咧，哦，呀个强诶吼，落个辣诶热头。哦，那哋睇到关于青山嘛，嘿，又慢讲，发展型的产业，最红最夯的讲很多五金产业，很多可可树也有，切家种的来做巧克力。10几年前，内埔开始引进可可树来吃种，到一下面积已经超过200公顷，比北错泰安森林公园还较大。就将古行嘅咖啡慢慢地打出苗和腔样。冇聽作那年，呢片嘅可可未為真有名哦。雖然講一下還蠻熟，不過我哋呢先用影像留下記錄。順定中原巷向前行，我哋來到太和沙溪。小龍女每次睇一片係過2年，將事情嘅屋嘅土路係兩面日本時代規劃嘅。風箏亞嘅火房，未對頭擺分散啲一個田地中，變做清澈嘅將事型嘅火房群，係輕重要嘅客家娛樂哦。哦，胡鬚太哥，喺頭前有看到啊，吼嘅之下杜君英衣冠冢哦，哦，兩位我感覺都有歷史哦。頭擺日本時代嘅黃梨飛沙，全部都黃梨園。哦，你講老條擺全部都黃梨園，也個都日本人嘅辦公室。等到日本人撤退歸日本嘅，也辦公室地位吼，依然留下來嘅米糧，嚟呀偷偷嘅辦到米歸煮。新東人都愛用係哦。哎，怪神奇啊！怪奇妙。哦，胡鬚太哥，喺頭前有看到啊，吼嘅之下杜君英衣冠冢哦，哦，兩位我感覺都有歷史哦。當然，當初睇到關於考慮嘅時節吼，從嗰啲同樣啦吼，那啲客當然嚟他家有北港，先嚟啊北港要休息停留。不過睇啲一個太和沙溪吼，還有認識一個理事長吼。也是相中，總理事長係介紹你對一個碩士吼，我了解，有意來介紹過後啦。好啦，啊銀子哪位啊？都可以睇下創業，按得順。我哋啲夜間白宮廟簽都好讀到理事長，廟地部嘅白宮就係杜君英，佢唔但將係太和沙溪嘅守護神，還係民族英雄哦。小戴，你看，也都係我哋藏行嘅歷史。寫到白行，係哦，先本嚟看一下係嘛。好，你看咧太和冢，哎呦，啲啊，還有咧什麼街？哦，咧自信太杜君英冢。哎，太哥，奇怪咧，咧有寫太和冢，還有咧杜君英冢，哎，用白嘅故事啊。啊，也清朝嘅時間，政府腐敗，官兵民反嘛，所以有2旁人嘛，一旁到岐山，都按到朱衣櫃。朱衣櫃啊，朱衣櫃。啊，屏東一方面呢，都我哋客莊，有咧杜君英，好，也2旁面嘛，嚟反滿清嘅政府。哦，所以佢夾嘅時間10個月，同台南府拿下來嘅。所以也喺我哋台灣鐵敗獨立嘅時間。當年嘅台南府係台灣嘅政治中心，攻下台南府就等於啲台灣做王。唔過千無猜，喺60年過後，康熙皇帝派人嚟拐杜君英投降，將佢帶去北京嚟斬頭。過後，佢嘅轎鋪下睇呢片天機，改名做杜君英莊。光緒初年，呢片有本太水木帖，日本時代又睇呢片重建，改名做太和沙溪。太魯關嘅客家先民提拔來到嘢。進城家嘅衣冠冢喊做白宮，入面改建做義陽公祠，
那露头摆啊吼，大家都去到了庙迄个八公庙啊。错冇唔错。哦，按神奇的有意思哦哈。他假如当中我哋庄头一个八公诶。哦。啊，佢上面也指示，讲伊唔係一般的八公。哦。好，伊按到杜鹃音，喺我哋客家人嘅影響。哦，意思即讲佢当时也有显灵啊用，系嘛？显灵系讲假知识啊呢，系哦，有样哦，有显灵。系嗰啲唔正眼單來看，所以大家咧時代結合嘅，哦，我哋醫用功相當嘅烈，哦，啊結合嘅後生嘅後生人咧，攏冇嘛愛讀書，哦，攏出嚟社會行了，哦，攏去做個睇面嘅嗬，所以啊個鐵樹嘅，所以啊太子也都講假知識，哦啊本醫用功。哦，冇按練啊呢，生意人慢慢嚟都變乖嘅啊，係啊，慢慢嚟生意人發展咯，唔會差。哦，誒神奇嘅歷史啊哈，杜鹃人啊，係武將，唔看伊嘅面試，唔看咯，唔看伊嘅眉毛個鐵樹，佢看嚟都相當嘅威武。威武哦，還有佢，你看佢眼睛啊，佢眉哎呦翹起來，哎呦，這代表佢武將嘅。武將啊，係，所以短10個年嘅時間都可以從台南府打下來，都係安尼來。哦，你看，我想到啦，義勇呀、杜鹃音啊，哈，這倆素材蠻有青島嘅歷史故事啊，是神奇，蠻有歷史，哎呦，好多青島。好，倆重要時間來咧，要擺一下，哈，擺一下嘢哈。擺了以後就會變泰米嘅，泰米用蠻好用。大哥，來咗睇面啦！假如啊，唔對變古變改下，這樣嚟看啊，唔見到像太面嘅順行，明日天上天下嘅社會喲。歷史上講，當年大家樂盛行嘅時節，恰成嘅煙火自炮嘅明日向連天。嘅時節太子呀冇發現咯，唔過小朋友唔讀書想做太面嘅，太子呀發現呢。古時太子爺呢，就對義勇公子順行嘅元帥強地位服侍葉三尊四太子。葉三尊神像係清朝太魯觀博太水嘅時節，幾面寫到呢一片帶過來嘅。過後，日本時代不准民眾拜神信仰，三尊四太子就本人變到一件民間嘅吞嘅件。日本人投降過後，幾面就要搶出三尊太子爺正式來獻廟服侍。總太公好，總太公，總太公，嘿，就正係要看嗰個太后莊啊，哈，個露頭擺係用版，呢下哈，我哋知古都當過，還有乜嘢做得看呢？當時他那邊裝批哈，關油菜一路來對呀呢，特別係放喺房田啊，後下當然都冇供應嘅，來開發出來，也都嗰時呢，但係政府證書以後呢，也都做榮民之家。你看，你會不會屏東榮民之家？地位最低嘅榮民係嘛？係全部都退伍退伍的榮民係喲。也有係運行古土當行一大變化哦。屏東嘅榮民之家就係太和沙期嘅順行。民國68年起嘅照顧退伍嘅官兵，人數最多嘅時節有5000多人，也係存冇1000多人。廿多年係轉型開放，接受需要嘅民眾來安養，本一般人未做得享受榮民嘅照顧同服務。在呢太魯觀，我哋一步一步前進，離小龍女嘅屋卡越來越近了。哇！觀眾朋友，你下哈，這看美景的時刻咯，係嘛？有樣哦。誒，同我講一下，你看你案發哈，對面係乜哪邊啊？對面而家看得到嘅嗬，你看佢拍攝嘅個地方，嗰邊，一在過去咧，後邊嘅都我哋睇到觀眾。哦。太魯觀這係我哋終點嗎？終點差唔多嚟嘅啊！哦，去看個哈。頭擺我哋呢爸爸媽媽掛到牛茶。啊，掛牛茶。你睇到觀眾。係。行過一個黃梨飛沙梯。係。一路下來個下河壩，都會上到一來。
送到了，因讲个那个凤梨飞沙，日本人的凤梨飞沙都凤梨会社，那一只部位啊，大个有个平平的地方，有建筑物的地方，哦，这边下来啊哟，对，下来有一路到高河坝，哦，这两边行上来，哎呦，还是行到个太湖庄，下去太湖庄，哦，哎呦，俺这啲两边这周的全部看到哎哈，嘿，差唔多按17、8公里，17、8公里。嘉园头前的一条河坝呢，就係愛寮海。早期太魯官人去內埔的開墾，無大橋做得行，都係趕牛叉行河壩路。古所開墾嘅旺季呢，都係台寒天嘅走水期。嗰個愛寮海就係太魯縣嘅所在地江興村呢。總太哥，來，行去頭前。好，有看到兩邊啊？嘿。同啲毛啊，你看那黃黃的啊，毛樹誒，還有那毛要落落的哎喲。其實佢可惜哈，不過唔怕我從頭講起，因為一個來到一路啲過來哈，頭擺日本時代嘅黃梨飛沙，全部都黃梨園。哦，你講落條擺全部都黃梨園，一個都日本人嘅辦公室。到太戰嘅時節哈。日本有派兵去啊，最高點也可以看幾個屏東平原。等到日本人撤退歸日本咧，也辦公室地位吼，依然留下來米糧，上到日日很辛苦，冇飯好食，嚟呀偷偷嘅辦到米粿煮。青島人都愛用係啊，怪神奇啊！怪奇咩哈？係啊，還有你看那地勢啊，那地勢係兩片低的，那中間哎呦高起來哈。嗰所以頭擺那陣講了解吼，也一支山啊，山安尼南美樹嘅地方，代表一支山吼，靈氣。地理非常的好哦，也就為一小塊地方，幾下10頭甚至幾百頭都有。有啊，我條前行路的時節有看到青島橄欖樹啊，有橄欖的地方哦，是代表有靈氣啦，哈，係好地方啦。所以太魯縣，是一好地理出人才，人傑地靈，對，地靈人傑，我講過。你看哦，來了會看一下，看嘅。你這個你，你要看下伊這個你講過的個衝擊平原，哎呦，係嘛？衝擊台地，係嘛？我哋去一個台地吼，我哋遠遠看到屏東平原啦，一下邊都愛寮溪啦，我哋爸爸媽媽一定啲啊趕牛叉辦下去，都啲啊下去，過河壩嗰邊，下去太湖莊，係安尼。哦，你喺外面到對面咧啊。總體個講。頭擺嘅太魯縣係有800人夾嘅良田嘅地方。160年前，清朝咸豐7年，愛寮海順風嘅口沙海拔太水，太魯縣本水種咗2片，故所呢就變做上頭嘅江福村同下頭嘅江興村。哦，你看啦，看到咧海啊，吼，乃至地啊，總太哥講嘅事情嚟啊，你看那路頭擺哦，咧位啊。土地迄一大片的土地啊，吼，迄鄉下的這本來海啊，吼，哎呦，衝下去做太水，哎呦，衝下去就變做2片嘞。那橋哦，這片啊，吼，這係我哋江興村。然後七行，個橋以後咧，這係我哋江福村咧。800甲嘅良田本水打到愛寮海地背，太水退下過後，但將村河壩梯。同分咗2片嘅太魯縣。日本時代，日本人先填太魯縣嘅江興村同江福村做黃梨飛沙嘅生產基地。小龍女10歲到17歲就會喺黃梨園做生人工來賺錢。就算日本人走嘅，一項產業對太魯縣冇消失，點都越來越旺。其實從我們的上一代，我們爺爺到我爸爸到我現在已經傳到第3代，都是以鳳梨為主。那大陸關這邊跟整個鹽山公路一帶，其實是鳳梨的很大的產區。叫一開花哦，誒幾多件嚟乜？件佢爽來啊？
不错啊，你看那拔吼，溃铁以后就会变用板，就会变暗油，对吧？变人越望越无可能睇咧，點解點解你要醬啊？哦，要醬。醬喺邊度夾變黃面肉？好，來咯。1、2、3。哦，你話很脆，佢車啊，個車。用。其实从我们的上一代，我们爷爷到我爸爸到我现在已经传到第3代，都是以凤梨为主。那大陆关这边跟整个沿山公路一带，其实是凤梨的很大的产区，它的空气、水质其实都是很优良的一个产地，所以很适合凤梨的生长。那从以前到现在，日本我们已经大概做了大概20几年的整体上的一个外销，所以它都是维持在这个产率，没有跳出去。哦，所以日本人其实很喜欢这个产地的地方。对。不错啊，肉条板呢，这个日本人啊，吼，这家好吃凤梨，就这家种。俩下呢，外人就是台湾人啊，吼，还有个客家人啊，吼，这家种，然后卖到日本人。哦，是暗用赚外币，赚外币，日元较好啦，吼，还有感觉。太鲁县的凤梨产业对日本时代开始发展。日本人来台湾过后，先天高雄旗山来种香蕉。先天太鲁县种凤梨，因为叶片的凤梨有铁质，排水清好，种出来的凤梨品质清淡。那凤梨的个生长啊，吼，你做在讲来看一下嘛，因为我喺第1擺看到暗花的凤梨田啊，有強到一下啦。其他太啊，種人太時節吼，很細細嘅就叫佢開花啊。哦，記得見嚟乜見開爽來啊。不錯啊，你看那拔吼，潰鐵以後就會變用板，就會變暗油，係嘛？變人越望越無出人睇咧，點解你要醬啊？哦，要醬。醬喺邊度夾變黃連肉？黃連肉啊。係黃連肉，你先你舀出嚟呢度啊？哦，古時候你看到咧一幕一幕的啊，吼，蛋糕咧漸漸的。叫做花。花。花啲樹花樹咁出嚟。哦。原來係暗用哦，冇看過這麼甜呢，吼，所以我哋看到呢只鳳梨啊，吼，係細粒嘅，係嘛？唔正太，係芒太啊？唔正太，佢度放下應該翠花啦，翠花係多見限，多見暗用，差唔多2個月。對啊，2日暗用，按細粒哦。係啊，按3斤9啊。半年。半年要做的收成，係。哦，放喺度，你識得喺半年按久嘅，你看，我有聽講過嘅鳳梨啊，吼，可以打結有嘛，可以打結啊。假如講嘅打結呢，就係利用鳳梨葉同細鳳梨包起來，因為結鳳梨嘅前半年最驚本日頭曬傷，農民要研發各種防曬嘅方式，除咗打結。做衫褲、太子，還有一個清好嘅方法噃。你係乜嘅？你話你鳳梨摸伊，係防曬。哦，防曬啊！防曬哦。係，見到每生意頭曬你乜費係？等下，我先看你個摸嘅好冇？好啊。我看你摸嘅，你下子我哋嘅鳳梨摸嘅，圓圓嘅，中間有一個孔啊，吼，但係這邊嘅鳳梨條，係鳳梨條係低啊，係低係，乜大量啊，咁乜生意條跟住就唔難嘅，細餸啊。睇住眼門嘢啦，鳳梨啊，吼，看咯，你喺這拗高嘅地方係嘛？拗高以後，你行要上嘛？冇嘢，都冇嘅，都冇了。係都從中嘅。用慢工，一年佢種到熟成，1年半。1年半。啊，一條出一粒。一條出一粒，等下我哋重新講一下哦。你看1年半，樣做的事。係，那是一粒，那是嚟食。係一粒零零的哈。係啊，一條出一粒啊。一條一粒。你是鳳梨楊。咁乜嘅鳳梨？楊啊，楊係佢叫楊人是苗啊，楊係叫楊嘅。啊，最近今年出後方來啊，從中，差唔多。10月份，深夜里，深夜里開始種啊，先到過年嘅安尼。
就种凤梨。种凤梨哦，用料啊，种还嘿，用咧用也还种啊，嘿，后用也还种啊，种种啊。你用的种下去嘅凤梨啊，吼，生得又好嘛。好啊，佢讲我照顾啊，从照顾婴儿啊，你照顾啊，从营养太透的，太啊酱的又可是个帮凤梨催化啊，啊，佢个营养班有点凤梨啊，你啊。我的年班当做得吃到一粒凤梨，真紧是粒粒嘅辛苦哦。太子讲，因为叶片的凤梨全部销去中国同日本市场，冇用生长技术确保品质，安尼生意当做得做到清长久。哦，粒对，青苔哦，用板把。哎呦，哎呦。哦，安尼，哦，安尼，安尼。啊，这后个就空啊嘞。哦，唔怪啦。油啊油巧啊，清甜啊！后个嘞，拿出来又个后加湿粒嘞，安尼得嘛？肉条摆这按用做的系嘛？你是头摆啊？头摆。头摆方法。接下来我会来熬日本人特别喜欢的太鲁馆凤梨。好，来大块来看。哦，你粒酱。改磅对嘛？唔该，哎，等下我哋摸嘅拿下来哦。拿下来，凤梨啊，我看你真酱哦。啊，你日本人真好啊。哎呦，你洗了好食啦。洗了好食啦。哦，不说我哋看嘅凤梨啊，吼，做啲澳毛，只係看嘅凤色制作了。哎呦，老棒。哦，真香哦。有哦，哎，后个就讲退地嘿，哦，拗下来这边都咧在地杯，嘿，摆包袋里面，推的地堆，嘿，地杯，推的，推啊，推地杯，推好，嘿，对哦，帮你推。来做的这个拗一下嘛，来 ，OK，你看咯，哎，一下哦，抬了，讲的哦，好，来咯，1、2、3，哦，有啊，很脆，过车啊，哈，车。用，那凤梨啊，吼，这粒位置做得看到咧，切又油的，个油嘿，那只是17号的金钻凤梨，我看17号，这个特色啦，这就安尼。凤梨竟然是安尼炸的哦，真嘅冇看过哦。太鲁馆的凤梨在中国一粒做得卖到差唔多700台币，每年可以销日本400吨，销去中国呢还来到1200吨。未来还要出口去韩国、新加坡嘅市场。行过差唔多100年，凤梨为太鲁馆创造光荣嘅历史。离开江兴村嘅凤梨园，各位光复客路来到太鲁馆嘅光复村，庄头地背采3尊太石石。根据当地嘅记录表示，也都会浸水浸强嘅村民尝试生命过后，遇到防水来设立嘅。第一尊石石有200多年嘅历史。咸丰年间，本太水打走2公里，里面本村民迁转来安置伫庄头地背嘅顺田宫。因为村民知道第一只石石嘅灵气含彩，故所呢，喺原本嘅里所又打造新嘅石石纪念。第一只石石在1934年有本太水打走嘅3-4公里。根据当地记录讲，当时村民清欠，当时都唔系太水，故所呢，在师傅档上再补加一档，拍花嘅档同档音差唔多。故所就变作石石防水当神器嘅故事。第3只石石在1956年奉神明嘅旨意来打造，在赫伯莫拉克风采来嘅时节，本太鲁馆顺利3个太水嘅攻击。当地嘅村民到今呢，还知道真神奇。第3只太石嘅顺巷啊，就有一间小车位嘅路面店。条间年纪虽然唔系清太，10分嘅老派，坚持传统嘅最好。哇！你看咧笑，按度真嘅冇简单哦。文太哥，也有做饼嘅笑，还有嘅你看咧倒下来嘅，做一笑，你看还有太极嘅、西极嘅，还有咧漂流木啊，吼。跳白人讲跳倒都开鼓来哦。乜解？跳倒都爱开鼓来，是爱开鬼来，都爱开鼓来，跳倒啊就偷砍呐。哦，偷砍。都要
嘿，嘿，厝诶做诶开几来，开几嘞？嘿，哦嘿，好多。挑豆都会开几来，挑豆做诶开几嘞？嘿，嘿，不能空手而回啦。挑豆做诶开几嘞？那吼，反正讲有广告啦，硬有糖果了去发，神奇神奇，总共交多钱按好，本来好多按神奇的发，对啊。文泰国头摆做过记者奈路去过，佢发现韩式世界对泰鲁馆设过的古法手抄的面店呢，越来越少的。贵州呢，在10多年前开了一间手抄的面店，来本大家享受头摆嘅好面子。基本上吼，我看你那手抄啊，然后煮面按用吼，系嘛？下吼有乜嘅特别地方啊？吼，做啲同来讲一下，我哋同你来看一下。一般面店吼，煮饭的话吼，係你都分到2幕啦哈，煮饭的，高汤汤啦哈，汤头啊哈。我咩吼，我哋煮面煮饭的啦哈，第1幕煮饭，第2幕就煮條湯頭啦，高湯啊，湯頭啦。湯頭。啊，第3幕就準備嘅水咩吼，今仔要食喎，做啲咩哈？伊嘅餘溫啊，吼，營養嘅餘溫啦。溫咧。按實際嘅原理來說，2幕一向下滾。哦，姜下要滾，係一天要滾。哦，所以咧土火，我講土火啦哈。土火，按照煙囪效應啊，因為講到煙囪效應啦哈。土火，係叫咩土火？火啊哈，一般嘅火燒好嘅時候切，吼溫度過高啦哈。我哋10多條因為兩片一邊滾哈，所以我哋火吼是把它轉差唔多20度左右啦。係。哦，所以所以變煙囪咧，我哋高度啊都會算唔準啦。哦。你松油吼，滾翻嚟幾危險。哦，佢要烏白跳啊吼，因為皮紅走嘅，飲乜嚟，個皮都變飲乜嚟咗。你講到松子，吼，慢慢變咯，慢慢變喺一邊，或者一邊，係。你啊會經營漏條擺嘅方法，哦。我哋10多條因為兩片一邊滾吼，所以我哋火吼是把它轉差唔多20度左右啦。係。哦，所以變煙囪咧，我哋高度啊都會算唔準啦。哦。就算係一碗簡單嘅湯麵，文泰國還係堅持淥麵嘅湯、淋嘅湯絕對做唔得老鄉下，希望就做米料。故所呢，將設計一個特殊嘅老灶頭。佢講啊，做成啲真簡單，頭尾不看樣嘅食。一下就樣嘅做，天作愛青、愛田園、愛磨土磨海。唔看啊，文泰國一下呢，為大家來示範傳統嘅幫助磨嘅方法了。哦，文泰國，你下硬吼，輔導了為種地田種係嘛？係啊。用慢講啊。因為你松油吼，滾翻嚟幾危險。哦，佢要烏白跳啊吼，因為皮紅走嘅飲乜嚟，個皮都變飲乜嚟咗。哦，馬上出手。幾乎台灣嘅屠宰業，大部分大家都用松子。我種稱為松子啊哈。哦。你講到松子，你甜點咧。甜點，你看哇，今天那黃金糖啊。係啊。琥珀色。琥珀色誒。我做這本看下。啊，做呀。落幕哈。慢慢變咯。慢慢變喺。哇哦。一邊。我第一邊，係，俾我冰水。冰水哦。係，俾我冰水啲杯哦。係。問下個，你個松油啊，吼，即個牛蛋糕有塗冇？冇啦，你甜嘢啲東西哈。你食白嘅哈。白下落。同時看到豬毛。我愛用你摸就綁下落咧。我看一下，你看。你下同啲拍拍嘅哦，原來個你蛋糕啊吼，係要摸呢，要用幾擺樣做的。我要染兩邊啦。兩邊啊。係，染兩邊以後染唔好嘅吼，所以靠人工了，用手夾嘅。我以前要所有嘅東西都要處理得強強利利啊你啊。哎呦，來你那位是凡事都你嘅細心呢。你下會經營漏條擺嘅方法，哦，你用綁摸按用。係，唔該。真緊啊！我像文泰國按用年輕堅持啊，吼，請個漏條擺嘅花、漏條擺嘅灶條哦，吼，還有那漏條擺嘅方法，真緊啊！我看到真感動哦。一下台灣嘅種子清州嘅文泰國還當當對加拿大來進口，雖然較貴100，唔過是都真安心嘛。
这条属于太鲁观嘅路面溪，撒下来，俺哋要跪到江县村嘅江县潭同中太河来汇合。一片唔但将係小龍女嘅老窝，係太魯觀人嘅信仰中心，還係村民做得安居樂業嘅太公神。哦，太哥，廣興潭啊，吼，一潭啊，吼，我看到兩隻啊，我都知道，做得滿事情嘛，滿神哎呦，最頭拜觀音菩薩，要銅記啊，要開藥房啊，幾久以前啊？應該係100多年前咯，100多年前，70-80年前都有啊，日本時台灣有啊。哦，做得滿事情啊，開藥誒，哎呦，今日看到我哋現在。係屋下屋市嘅湖面觀音像，係最早路睇啊！哦，如果嘅福香係最早路睇啊！最早係啊！係哇！係對唐山過來嗬，係我哋咧祖先是開啲便當嘛嗬，係開東西，一片係水神嘅東西，一片呢都觀音菩薩。一尊觀音菩薩，係用開過來啊！哦，自哪邊開過來啊？係目前都中國廣東嘅酒釀。酒釀啊，廣東蕉嶺啊，那就上頭拜，入去太魯觀莊啊嗬，800人夾咗2天。清法。人口也多，美國生產鬼豐富。人丁興旺，人丁啊，嗬。估算嘅時節人口嗬，可能有2000人。哎呦，看起來係青島人嘅感覺，因為啊冇青苔嘛，還有2000人，哎呦，算多。佛王歸多啦，最早祖先類啊開墾呢，同原住民是長體是上大上長上讚呢。哎呦，但是後下做乜嘅？可以有同款，因為呢，我哋咧觀音菩薩、觀音像，因為佢藥房清靈感，有一般也附近咧莊民同河洛莊路來啊門市、門藥嘅，啊，錯藥唔是錢，好，連原住民甚至都會來請，係喲，好，原住民都會來，可以講一個族群嘅融合，都因為觀音菩薩。哦，你還用講還是地嘅啊？所以頭先講嗬，包括藝術家，藝有兩個求工嗬，都拖三個本樣。頭擺都講咖喱馬，哦，所以藝有兩個咖喱嘅球婆，係咁講，哦，阿媽有混血嘅，佢我哋太魯觀音同。咖喱原住民咧，原住民咧，有阿 Q， 哦，還有些意思啊，故事很寬。你知和平中心啊，做啲安樣講啊，吼，和平中心，愛人然後去拜呀，好唔好？應該啊，吼，來拜訪一下喲，吼。當年中泰國嘅先祖向下帶來台灣嘅觀音像，除咗保佑今年平安度過無水溝，冇想到。韓本今年喺新天地做得族群融合，安居樂富。到咗太魯觀嘅圓形古土，俺哋已經順利完成。沙來中泰國去請家園來試看下家傳嘅太魯觀嘅鐵山飯頭豆腐。飯頭豆腐倆累了哦，去做乜嘅事情咧？係，講到也都愛在入咯，專門做一個最傳統嘅。飯頭豆腐，哇！唔可以哋，嘿，下來看一下，哇！按到飯頭誒，先將飯頭洗走來，你下第一步做這洗澡，你看，係，哇！按到佢，啪，醬，哎呦，清醬誒，嗬，鬧勁誒，整錘飼料啦，你一粒到最好嘅品質。佢醬嗬，佢醬哦，佢椒鹽嗬，係啊，我哋希望做出嘅東西俾大家食得安心。哦，飯頭一種東西，佢講黃曲毒素，哦，黃曲毒素清講一條。啊，故說是按用洗過就唔會有黃曲毒素。飯頭豆腐係南部客家莊嘅鐵山，嗰位果片係200就食唔到嘅喲，因為千度工，一下呢越來越少人做。中泰國嘅樹葉係其創人愛創本記嘅，佢嘅創人愛呢咪係太魯觀人咯。哇，你看飯頭豆腐咯，這兩位，搖一下，
布丁样的哈，系啊，真扎实的感觉哈。嗯，皮下有冇个味道？饭条的味道，挺顺啊哈，好真顺呢。一般饭条一般菜来米，俩有用板丝还好吃。原则上呢，食盐米都好，好东西要食盐米，真紧啦哈。俩爽快了，爽快。好。哦，我黏黏的，看。哇，端啊，来吃下。哇哦，饭条的米头啊哈，来呢一水下去就全部都是哎哈。哦，挺长。来吃一下加调油的嘛。哎，还有加调油的哦。好来哦。我的调油的香米青很浓郁哦。人家大口的人就批多了。好了，吃口了。好来。哇，真紧呢，无香香哦。好，然后有调油啊，吼个甜米啊，吼无暗葱。哦，还有一个做在吃到个调油的香米。哦，香米啊，咸按用一点点黏啦，吼。呀吼，有我哋客家人嘅精神啊！哎呀，用慢講。用嚟講，第一天要用本土最好嘅飯條。哦，用天。第二，一天要做古早嘅方法，要8啲過程，7點鐘，絕對唔好偷工減料，嗰水冇起鹹。哎呀，快啲食你，冇食做唔得咯。哦，哎呦，冇食做唔得，冇個關係啦，真神奇啊！飯條豆腐呈現輕柔嘅調菜色，係味連飯條皮向下摸，具有豐富嘅鐵質和鈣質，對人體真好。愛講金門人每鋪嘅到太魯館一條古土，係總太哥完成阿妹小龍女嘅回憶。咩係小龍女本人能了解到，古土唔但唱係山行嘅路路，真正嘅古土應該係鮮明共同嘅回憶。大家都行過，唔會唔記得。唔過路讓一下，有啲位人實記唔得咧。每鋪嘅到太魯館一條為小食體嘅古土，每一年都行啲變化。金門人看睇熱食，那日有新嘅風貌，記得啊同人哋講哦。